普要甲中国扣34%的对顶关税，中国嘛推出着报复性的关税，要甲进口的美国货扣税34%。川普气噗噗，讲中国若无伫七八进前撤销，安尼美国伫个34%的对顶关税要搁加50%，拢总要扣104%。但是中国也是无咧训导，呛讲会食庆饭长蛋，也就是会放皮到底。 美国总统川普引起关税战，中国决定以战止战。China, as you know, against my statement, they put a 34% tariff on above what their ridiculous tariffs were already. And I said if that tariff isn't removed by tomorrow at 12 o'clock, we're putting a 50% tariff on above the tariffs that we put on.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，如果美方升级关税措施落地，中方将会坚决采取反制措施；如果美方一意孤行，中方必将奉陪到底。 七日，川普宣布实施对顶关税，中国被扣34%，中国真紧就反制，七日宣布对所有进口的美国货扣34%的关税。中国的高层无积极甲川普协商，让川普真生气。 其实，川普放条讲，若是中国七八无撤销反制，美国将伫34%的对顶关税上再加50%的关税，安尼总甲强的加起来，美国对中国所扣的关税有104%。中国方面的态度是奉陪到底。施压和威胁不是同中方打交道的正确方式。两个态度拢无要相让，艰苦的是生意人甲消费者。Right now, the tax is 54%. Once we run out our inventory, definitely we're going to raise the price of 54%. 美国加州华人商店的业者表示讲，关税爱批发商甲零售商吸收，是讲最后买物件的人依然是消费者。而且目前美国另外一个贸易伙伴欧盟嘛决定要报复，上紧伫15对280亿美金的美国商品要扣报复性的关税。也不过欧盟嘛开一个后门，提出工业产品欧美互相零关税计划。中国出手，欧盟嘛出手，和川普的关税战想要缩减缩决的想法。 恐惊无法度如愿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